关心您吃的安全了。卫福部食药署呢，去年5月开始强制日本输到台湾的食品，必须要附上官方的产地证明，必须是核灾区5县以外的食品才准进口，避免核灾食品入台。不过，食药署上个星期就接获检举，包括一间再来公司所进口的日本的味觉糖特浓牛奶糖，另外一间向宏源公司所进口的焦糖巧克力，这疑似都是来自日本的核灾区，包括福岛以及茨城县。食药署呢，现在清查了这2家公司的仓库，发现牛奶糖疑似产自福岛，这个焦糖巧克力疑似来自茨城，已经卖出757包流入市面。那么库存的1100多包呢，现在先停卖下架。虽然库存的检测出来是没有检测到辐射，不过现在正在向日本方面求证这些产品是不是来自福岛跟茨城。如果证实的话，这也是新制上路之后首度破功。